现在咱继续来看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 Pass， 今仔日是正式实施的头一个上班日，有顺序无？来看这个 T Pass 用嚟代替要坐火车，有专属的通道，有一寡民众不傻傻，行唔到通道，回头想要搁入月票的时阵，都卡伫个专用通道，结果后壁乘客总踢掉咧，所以有民众建议咯，应该都爱开放，所有的通道拢会当行。 无哦，这个上班族上班袂赴是心肝火倒。T Pass 杀出来第三天，头一摆面对上班日通勤的乘客，到底安怎感应才能行过，嘛受民众不傻傻。可以看到，在进出口这边呢，都只有一个专用通道，加上一台读卡机。那一旁呢，就是询问站。如果民众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挡住通道，在这里挤成一团。通道，我们可以先过吗？专用通道大塞车，互民众等甲起摩拜。上班赶时间爱解决 T Pass 的问题，有民众检到所在有20个记录，专用通道未当过，有问题全部钱伫咧遮，甲通道拢踢甲未得过。如果说你在上班啊很急的时候，多开放一两个这样子，不要只有一个。分过来分过去一定不方便，就是它系统的问题嘛。那如果说系统以后能够共用，那就没问题了。 亲像台北车头真侪通勤的人，坐运转代替，敢若靠一条专用通道，这排队的人是坐甲歹消化。敢若拜六礼拜这2天，都超过40万人使用 T Pass。我希望他们读卡机多几套啦哈。如果说在某一些这个专用通道如果有故障的时候，赶快来替换。刷卡的地方可以问，事实上我们现在。 在购票的地方也是可以询问的哈。那我们把公共运输变得更平价，就会有更多人来使用。中推动12块 T Pass， 不过这配套设备含路线要安怎设接近舒适，交通部得好好斟酌规划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